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，欢迎收看福喜来。观众朋友，我哋万世时节啦吼，常常都俾人问到讲，人心气系乜个呀？唔知观众朋友嘅心气系乜个？万世心气同其他心气有同样哦，还有讲唔知个可以为到心气付出乜个代价？我哋今日有请到嘅米莲先生，佢来自闽南，佢万世都个好白兔，佢喺36岁嘅时节，还重新考太好。去做一个校园的新鲜人，重新的读书，为到也兴趣。啊，你今日如果欢迎伊来听人讲讲，伊都要做乜嘅？佢36岁时，冇去读书，啊，分享下米莲先生。啊，好面哈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係呢來闽南嘅姊妹，俺都做米蓮，啊，今日有嘅發展啲闽南嘅客家客文館專門，啊，歡迎大家喺有閒可以去看。做米莲先生哈，我多多有講講，一開始嘅時間，你這個係咪萬世都個好白兔啊？其實嗰種冇也印象咧，因為種之前去讀我哋小學同學會哈，線上看到，伊講做咩啲用嘅畫圖啊？伊嘛冇印象，所以可能因為我有開一個藝術咖啡館，開後吼，我就對畫圖個有興趣。好，咱想到講今日應該來開始畫圖去上課安尼係。但是咱嚟講怪怪講，你這個萬世唔止你這個會畫圖冇，然後只個對開啲藝術咖啡藝術館以後，我發現對至少開始對藝術品開始有興趣嘛哈。然後如果你都希望講你去畫圖，可是問題係你都啲你是你講咯，畫個獎冇。所以佢下就應尋欣賞哦，尋幾多去欣賞。所以呢，裡面因為其實佢下還冇想講我一定要去考試讀美術系安尼。因為好嘅好6-7年，是人攏感覺我畫圖幾好。係，我嘛想講我冇想講落嚟佢下乜嘢唔曉做，明日看電視吼，也講等生意過來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講好啊，咁我今年畫都唔會差，咁我就繼續畫安尼係。我做嘅咖啡店係蠻可以啊，係可以嘅，唔可以嘅。當初呢，我想要開咖啡店咯。每一個女人都會有一個小小夢想，好開一個那種咖啡店啊，開啲民宿啦。好，所以佢下其實蠻冇想咁多，我想講，因為我其實還蠻可以，以前我就對美的也方面個有興趣，所以我講剛才喺開咖啡廳就想我講，剛才一定要同藝術結合，所以我佢下就同藝術結合，冇想到因為安尼我就識個。走入這一行了，安尼。但是走入這一行，你已經去親身上去學徒的啊。嗰種人話呢，比如講可能萬世冇安尼條件吼，你可以親到佢身上去學徒。喺度睇人哋經濟能力個以外，人哋如果去延續人哋嘅興趣啦，然後都繼續去學徒。安尼如何會啊？做乜讀太行咯？因為呢，我讀太行吼，對我改變大問題。我因為去讀個太好，因為我哋學校變成個認真讀書，我係全校第一名畢業嘅哦。因為我讀書發揮好，所以呢忙畢業，可是呢金沙他就搶有搶歸來，所以呢我喺根本冇去讀美術系，我就冇也資格可以歸來教書。所以因為安尼我能教書，所以改變了我歸太生活安尼。個厝嘅我心思是感覺到講吼，迄唔係厝嘅講，而係一啲學歷以外嘅東西嚇。你這個本來，比如講，你這個本來路喺外面有學士嘅嚇，可能有學士啊，你學白圖，但是後來你去考上，我等講個學院派嘅一種訓練嘅時間，因為係兩扎有乜嘅目標嘅地方，冇得講，後來去學校。學白圖啊！你講個內同人，個內同內同辦嘅嗰種教學嘅時間，對有乜嘅影響？咁啦，最大影響是，像我以前咱第一個剛剛看到乜嘅，我就畫乜嘅，嚇。唔過我去學嘅後，不管安尼對用色取景也講在學科方面也偏，最主要學科方面，中內外的美術史嘅度。你可以因為去學科去學，然後有辦法接觸到一度。唔係第二輩樣嘅嘛，都一直畫圖嘅，當畫圖嘅冇辦法講唔再進一步嘅去抵嘅到其他事情。
嗰種人意思都等於講，其實以前都可能落呢度學畫圖，去學去學師傅學，但是後來到我哋學到地步以後，你都發現講，喺人家學理上面有得到進步，好，你講繪畫史嘅東西，某種不同嘅流派嘅東西，嗰種人哋去學到學習以後，對你嚟講係咪有幾大嘅影響？係啊，當然大影響，因為喺冇去拖我。剛剛就平常就屯欣賞，安尼就畫圖嘛，吼。去圖以後呢，不管我對取景啊、用色啊，也講學理方面，就美術史也方面，我喺冇去圖書，我是唔會接觸到一條事情。所以呢，去畫圖，又去上課，又去學，對我裏面教書，當然大嘅變化，係當然大嘅影響，係。其實我哋見到幾種人會講，學嘅東西冇我哋外面學嘅東西咁多啊。但是其實學教我幫我哋一種歸內統嘅訓練，冇得嗰種歸全面性嘅訓練。呢種訓練可能唔係講暗沉，但是以對我哋嚟講，打開我哋視野嘅部分咯。其實學教嘅訓練其實還是可以重要嘅。嗰時會變成講，你這個佢是入去學教以後，你應該算最老嘅學生嘅吧？係，但係上課吼，嗰項人聽佢學嘅下吼，那導師啊，既然同我同一屆哦，就同一年紀，所以裏面我都很有哥哥，係。嗰陣時人家同學看到咱哋其實可以做媽媽嘅學生嘅嘛，你哋學生嘅互動咯。因為演都差唔多同我摸嘢差唔多大嘅嗬，所以呢，變成講因為我很用功。我歸認真個每一擺吼，每一科我都歸認真準備，所以每一擺我都準備好誒，我就拿去學校吼，同人講安尼去陽音過來，唔係去背我也貼安尼答案吼，就有辦法考得幾好。所以呢，因為我安尼就唔係講有乜個私心啊樣嘛，就同人傾下幾好，所以變成全班差唔多都很愛幹嘛。變成個後生嘅老師嘛，我聽得很乾媽所以佢變成有幸是被乾兒子乾女兒，對。好彩你哋一屆都到有難的按用功嘅學生啊，因為有時候像學生嘅時陣，你可以喺畫圖，但是你係準備幾多東西可以，但是有時佢難啲準備，冇得講自己鬼磨下嚟，但是學生有時熟悉人嘅題目，但會按無私嘅去分享俾人。但是我想問你講，你做乜嘅會按用功去讀書呢？可能吼，我媽媽講句話，我媽媽講話吼，唔係很細吼，按會讀書啊，按認真讀書，唔係講按會讀書，按認真讀書啊，可能幾啊博士都拿到嘅，所以可能按認真讀書，因為可能有個很大嘅原因，我嘅下有就是有想好，我今日要做乜嘅，講因為可能年紀嘛過大嘅，我個地講世界上嘅乜嘅，你就會很珍惜去做一件事情，所以呢，嘅下我就。顧啲時間，無論如何，我一天要考就讀幾好，拿到幾好嘅文就名次，本我嘅欣賞，本我聲音嚟看嚟，嘛比我時間如行過好啊咧，係啊，頭先我咪喺度想，講其實唔知個唔係像以前講我哋萬歲吼，讀書吼，讀國中哦，讀高中哦，然後考入大學啊，分數到哪都填到哪吼，感覺到佢喺團隊命運係行嘅一條路，但是而家喺我講啦，唔愛行一條路，你不用去幾多，係，咖啡店咪不用去嘞吧？不用去，係，一考嗰度就咖啡店就不用去。係啊，因為規模限。唔等於如愛，我幾時學校停哪啊？台南，按喺咧停哪？對了。嗰時唔係兩天愛走來走去啊。等於講其實比其他嘅學生來講嘅話，不用係幾多。比如講，幾時陣咧，應該愛犧牲幾多東西，你都也有得選擇。係，錯。嗰時都變成你都要選擇，如果過認真的去尊重自己啦，變成安尼，尊重也係選擇。最主要因為自己地愛嘛嘅嘢，你就變成放棄嗰多事情咧，所以當然你就會很珍惜去講，我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啊！係錯。嗰種我哋學院派地波呀，嗬，嘅學習嘅方式唔單止講能油畫嘛，如果水彩畫嘛有嘛，素描啦，陶塑嗰度有都有，全部都有。嘅後來要重新去認識我哋無同樣嘅一種類別嘅嗰種藝術門派嘅世界。你還是按好畫油畫啊？係，我係可能嗬，因為其他所以我哋入去佢是乜都有學，嗬，乜有學，不過我嘛相同過學油畫，
好，所以呢，到里面啊，新眼神啊，就必须先讲要做哪一科系嘛，哈，所以我给他嘛相同转，就是发油发安尼，错。可是其实你要同学地步，应该轨道系嗰种大嘅嗰层面啊，譬如讲一般些嗰种美术班啊，吼，嗰种特别的班去考上来好教嘅。咁其實就唔看到幾多同學嘅表現，即係有冇感覺到幾嚴重啊？應該講啊，喺講啊美術也方面啊，就個唔驚。佢下因為佢下天路忙安尼忙普及，所以我哋第二本冇教過天路啊。嗱呢批最太困難係你讀到天路。佢下開始我根本咯，明日就一級數安尼打。要考試啊！我還記得佢下真係有嗰種安尼隔壁嘅學安尼做同學啊，吼，伊做好嘅安尼印地啊，做好嘅本來愛空白背，伊同埋本來教出去，講可能4年最本來經驗過上面就一件事情來講，是個感覺幾快樂，因為平常都我鼓勵人一定要好好讀書啊，吼，是個經驗過對天路，因為佢行安尼經驗去吼，真種天路無命過。可是變成珍貴的東西，這個唔講啦哈。佢最講如果叫重要的時間，市場很打出一片東西，叫重要嘅東西打唔出來。因為冇學過大師啊，叫做一級數字朝上飛啊。係啊，真真。可是其實對你來講，其實喺36歲考上太好，你看畢業時差唔多40歲呢。係啊。其實對你來講，人生嘛開始有一點冇同樣嘅轉變。係啊，當然，因為以前呢，哈，你就反正就開個店嘛，開個店你就當類似像老闆娘嘛，你就閒閒呢。不過問題冇一個生活目標感覺呢。我去學後，我曉得畫圖後，我感覺對我人生大蠻大一個變化。將講鬼面龍對我來講就最大的變化，因為我過去我人哋講面龍也缺乏藝術，也藝術美學也很缺乏就也開，所以呢我就致力於說投入這一區塊。伊咧好好調工也唔做，36歲嘅時間重新去考太好，但是後來畢業以後個樣嘅身份咯，休息一下，等下講問題哦。翻過來復起來，上段節目我哋來賓米蓮先生同我哋講，伊36歲能過去學教，去學畫圖，但是畢業以後呢，伊個人嘅人生咯，我想問一下米蓮先生吼，咁後來畢業以後，你這個重新開家畢業嗎？冇可以，你表你輸的去，係就輸的，跟下就點樣出去嘅，佢就4年就開始讀書，讀書專心讀書，對，讀書讀下嚟。你考乜嘅身份呢？以前是咪家畢業都調解用咧？因為一畢業吼，跟下其實應該忙畢業，就朋友因為我成績關好，所以呢先生呢就同我介紹過去奇美沙灘，所以跟下就奇美沙灘就邀請我去上課，所以因為跟下我媽媽身體也唔好，我生意嘛過太嘅，我就下到上我上過面咯，我其實搬出去面咯後，我就開始上過面咯。係，但係這種意念過強，所以呢，拄好奇美沙灘有請我過去教書，所以我就過去順沙皮卡媽媽順沙教書安尼，今呢我喊啲時間，因為到裡面我就買一棟屋嘅吼，就自己就去幹嘛，又開個畫室安尼。我第一節目我其實訪問到嗰度面濃嘅，我發現到個面濃嘅奶啊，同水嗰種幾黏人嘅吼，我哋訪問過嗰度面濃人。其實以前外國啦，比如美國啦，比如某個地方，以後如果想到去過去面濃一件事情，我真的是我來調查下面濃嘅水係咪同奶係咪貼黏嘢咧？你看張總統，你話講，你這個照嚟講，你喺嘉義逗留嘛，吼，去台南去上課，上去以後，如果去面濃，就當然一方面係照顧媽媽，吼，一方面嘛睇幾片要落苦誒，吼，你等於你要重新要回到面濃去。其實從來都沒有我想問一個問題啦，可能對
老板娘唔做伊输迄家己堂，伊就去做欣赏啊，规其他闺蜜咯，啊伊也要欣赏，哦，无意见哈，无意见，全部讲好诶，所以就向他有鼓来向他上课，系，哦，咁你几好，其实因为声音太啦，哎，可是迄轮去规到面容以后，人家画风就改变了嘛，就讲唔捌图主题都变了呀。因为我鼓励面容，其实我发现一件quite大的事情，就是感觉讲啊，面容quite多的人事物都在转变，人当然冇转变，人当面容本身就是人情是非常浓郁的人，像比如讲我见迄个福安，我有卡50条面，所以我唔要福安嘅人啊，所以变成讲我伫福安迄个下其实是含咧外来可用的吼，啊不过。我哋嘅只个全部人都对我咁好，所以面容嘅人也种情分和冇变。啊，国泰变化就应该讲环境在变，因为呢人口老化，哈口上嘅大部分冇啲面容，系，所以呢屋嘅开始几多 Q 嘅都多系啦，也讲啊，好三合院啊，尤其烟楼，我讲啊，开到佢太平化就尤其。演呢哈，像那种演呢哈，因为以前40-50年代给他面容的经济非常非常好，所以给他培养几多的博士啊、医生啊那些老师都很几多，最主要就因为烟业的收入啊，从去年开始烟业就开始冇诶，给他想法就讲一天爱囤面容嘅精神。跟风情并安呢，几多的我熟悉的东西，尤其俺的记忆里面的东西，压下东西，我一天要用来画布推记录，好推画下来安尼。对几多地方来讲啊，哈，其实环境的改变啊，哈，真是就冇办法的事情，因为跟经济作物的关系嘛，因为从头到讲的新生养前的时间，其实颜料。应该讲，染香面容伊的最大的经济作物，伊的颜料啊，吼，其实都讲，伊的颜料可以削出几多的博士，因为你中颜都可以讲啊，的声音的吼，多博士啊，吼，某个事情，但是因为真的是太环境的关系啊，人其他地方中颜可能比台湾更便宜。好，嗰时候慢慢的开始我哋研究咁咪叫都冇得素颜呢，冇得素颜都等于都冇唔至于中颜呢。好，慢慢的嘅我哋讲经济环境就开始改变，系啊。但是等于讲经济环境的改变，听下等我哋讲乡村的风貌，嘛完全改变了。以前哪有看到颜料？哈，盐田哈，盐田，但是今天都唔美呀。今天唔美，今像今面容哈，最大改变就个本来比较感到无奈的，就因为几多别墅的起，吼，人哋屋个三合院嗰度一间冇诶，几多的外来客吼，可是一栋的别墅的起。也会含咧讲啊，我哋呢批面容嘅就可能都改变的事情。不过如果说喺讲啊经济作物的话，我哋面容研究一个最大嘅就是野莲。像我嘅作品啊，哈，底部呢其实我见野白就花几多安尼野莲吼像嘛有安尼白萝卜吼，嘛贵像嘛含咧我哋面容个贴片的东西系。从也要头头讲嘅也我那个画展啦哈。因为我们对我哋呢9年的开始嘛，哈，当然你差不多今年的3月1号就开始听我哋呢客家文物馆、面容客家文物馆有啲特展，那特展的名係乜呀？面容係古來嘅，佢出只，因為我做下面容係古來嘅，做面10年桂香有畫展啊。也意思你講係古來也10年地步畫個圖，係錯。等於講一方面係反映，無論講可以記錄到以前嘛記得嘅幾多風景以外，其實有10年地步應該話有過渡過新的產業、新的體力風貌的一種記錄吧。錯，係像雅典就係啊，雅典人哋以前冇啊，所以雅典就一定有嘅嘛，蓮花我本身我就打麻愛蓮花，可能同佢名有關係，我是安尼想啊，不過蓮花如果我花蓮花，我佢興起過太，所以呢，我嘛一擺嘛花10個種嘅蓮花，嘛有花安尼開幕經驗啦，我嘛花10種，貼片花10種，嘛全部蓮花，
第一，他们员工啊10秒钟就买起来，因为呢，爱做公益啊，卖给爱做变成讲我要回馈归乡里哈，想要讲弱势团体能够为自己就为他们做一点点心意这样子。可是如变成一摆展览的1块4的时间，你有画个10张连画图，给贴配咧，贴配咧画个图，然后也味道也卖出去也请味道做公益的啦。错，所以一下子就全部被拍卖走光了，对，错。咁種人嚟畫個10年，吼，你過去面農他們10年嘛，吼，頭一咪講到講，其實你都看到個面農嘅環境嘅變化，吼，咁種即個希望講即個非法地位，除嘅講即個畫出來記錄到過去，吼，以轉變好人家轉變好面農，唔頭都要伊講咧個重要咧講，唔因為講面農嘅嗰種美學教育，冇呢個美學嘅嗰種變得慢慢嚟睇嘅冇嘅。從一件事情，即個有想我講，我用去改變冇你講，唔可以天數嘛嘅。因為將來一開始規劃吼，搞迄輕米沙灘，也就學生全部沒線上退休嘅，就安尼家庭主婦嘛吼，所以呢，研究停嚟，從今來停嚟10多年嘅，開始呢，我哋開始因為畫圖後，就開始帶人哦去落去畫圖，發現呢圍牆。或是就是等於是公共的美學，所以人家民宿也後面哈，直接就帶入成灣裡邊。所以我不是講貪搞油花，我係搞員工啊，像比如說我唔叫我畫圖誒，像我哋面農最有名嘅紙傘啊，哈，有委員發紙傘，哈，也講我有辦過全國的寫生比賽。還有辦過全國的紙傘比賽，就我盡量講有辦法屯設計的能力，帶入去那個屯本家鄉有一個那個生活美學可以提升這樣子。可是對人嚟講，你這個有能力咧可以搞，這個搞，喺模範都用這個要講關係啦，去把嗰種無強嘅資源，好帶入來。希望講一片面農嘅一方面可以透過人關係，可能講可以接觸到無強用。米嘅東西，可是相同到我感覺到講奇怪，我帶人家學生去講乜嘅圍牆啦，乜東西，就是講我哋畫圖咪開始對乜嘅石膏像開始，然後畫黑白畫陰影，我咪對嗰種開始咯。因為畢竟演繹個態，嚇，又唔係講我從頭到尾畫圖嘅，尤其因為都30人先能搞，能開始畫圖，所以我哋講我係從頭一教人，佢對人含咧沙眼嘅興趣，我開始就搞油畫，對顏色才開始搞，所以變成眼過興趣，冇機會就可以畫一種圖出來。所以唔係講對技術哈，叫素描啦、石膏像什麼，佢一下就全部唔會上去畫圖。那反正應該做是獨棟，那反正都扼殺在石膏像上。對，對，應該。因為我都感覺到嘛，真係都唔啲比例冇唔多啊。幾大模仿。係，因為嗰陣時就講藝人即係嗰種拍模藝嘅甜。冇。但是譬如講像有位藝人呢啲菜人咧，叫做富人家嚟講法。種人哋畫作冇得講，人哋平常一看人哋一啲花式，其實我哋唔會用按個角度來看也是啊事情。咁種入畫嘅話，能用一屯線嘅聲音嚟講，冇得講也學生嚟講，譬如講，你怎麼用也角度去畫也東西。像那種哈，因為佢還是想我最主要，我想要採那個呢，給富人家的他那個神情。當然一方面嘛，想我希望講囤個10年的下來嘅動態，所以呢，我是抓個那個動態。尤其這個富人家一帶個斗笠跟雅服的色，又把那個綠色更強烈出來。也最主要想我講囤那個他們勞務的那個動態，把它表現下來。古係咪講？你這個同學生嘅講時，如果用講，其實我希望拿到嘅也會畫面地方，我希望看到係乜個東西。嗰種我用一啲類似像俯角的那個態度，一般嗰種東西。因為咁樣講，我哋一般嘅學生，你放喺企業體嘅，我一定變咗富人家個高啊，可能如果用一啲樣。譬如講，你可能如果你看伊的角度啦，但是你其實係仰角啊，反正係，也係以仰角嘅角度來看。嗰時等於你講，唔好同學生嚟講，因為我看到樣嘅東西，譬如講人眼神，而拿到嘅眼也嘅嗰種姿態，也嘅膚誒，嗰時唔會用一種仰角嘅態度
去拿亚的画面。对对对。咁中亚咯，跟总统我哋挂题嘅我哋嘅牛嘅辅助，其实嗰種安尼圖嘅方，我用我同我哋嘅學生嚟講。因為牛嘅吼，一件事情對我嚟講，意義很重。一種圖吼，其實面都冇一個景。因為嗰隻牛嘅，所以我去創造一個景出來。因為牛嘅我韓式都有牛嘅嘛，佢冇嘅。韓記得我韓式韓本牛嘅嘅角丟到，所以牛嘅對我嘅記憶算是很深刻的。所以呢，我也把發明農嘅行我要貼喺上個，因為佢面都冇看唔到牛嘅。已經冇視野嘅。係冇視野嘅，所以呢，我想講我一天要畫一種有牛嘅嘢，嚇。各位觀眾朋友，你發現到嗰啲牛嘅樣子其實可能同一般嘅牛冇同樣冇，有時下我對下我同講，啲牛嘅樣子真係冇同樣。翻過來，復起來嘅觀眾朋友，唔都要發現到個牛嘅樣子冇咁冇同樣冇。要發現到個牛嘅樣子可能佢卡通冇，因為頭先我都發現到，奇怪，啲牛嘅樣子可能佢夢幻，都冇話嚟咯。因為這裡講，即個本牛嘅吊高，有啲變高，應該會鬼養牛嘅，然後我怎麼會你反而遇到個牛嘅，安尼去虛擬出一啲農村嘅一啲生活，怎麼話嚟咯？因為其實我記憶裡面雖然牛嘅吊高，同埋個問題牛其實係我哋最重要嘅一個工作的夥伴嘛，有佢嗰種模擬嘛，冇辦法做事情，所以其實我韓式我嗰種因為我最細，我冇辦法唔是做乜嘅，就下擺就同牛嘅搞搞所以牛嘅對我嚟講唔係講唔係講係鬼惡嘅東西，係，錯。雖然比吊高，但是亦只係可能係玩些時嘅玩伴咯。錯，所以我花可能就唔可以講退化鬼惡安尼。咁所以唔知個上挖你東西嘅時間，冇講挖你挖作嘅時間啦嚇。唔知個應該已經唔知個學個按叫佢挖嘅，然後嘛去學個按學人派嘅訓練嘅。從按你訓練對人後來教學生來講。因為人嘅身份真係個太平，我同你講，其實這個唔係像幾度學生嘅啦，本來都可能對辦些都可能即素描開始，美術班開始然後淘汰，你這個因為興趣表現按到東西，然後重新去學畫圖，咁將咱嘅經驗去教太人嘅時間，唔會用嘅方式去欺負啊。其實因為我本身就過太人去學嘅，所以呢，我用我經驗去教。因為安尼全身講油畫啊，就安尼應該將沙太教書嘅先生都冇辦法教幾2-3期哦，就差唔多攏陣亡哦。不過我也學生攏聽我13年嘅，因為我用我自家經驗去教人。唔會揾人講一天那個素描啦，像講嘅石膏像啊，也都來畫我唔會，所以呢，我都俾人自家去選伊愛畫嘅東西，所以講每擺大家就畫過歡喜啊，唔會講一天一樣嘅，咱有辦法講我畫同欣賞相同，我畫樣嘅，所以俾人常常講畫圖係很快樂、很愉快嘅事情。可是我哋話寫住時常都講，比例不對啊。其實唔會，我唔會嚟教生意嘅，尤其像我都有教美術班，考美術班嘅嘛，像人平常我就比較嚴格一點，因為要考美術班，我當然要嚴格。喺講韓國細嘅我都同家長講，像比如說有的家長愛子心切嘛，他就會講強迫人嚟教上課。我都譬如來100-200看伊個情形，我會同家長講唔先唔好來比，唔先比有較了。伊係有伊同講伊該想畫畫，唔能來送伊來，因為呢，你不要去扼殺小孩子的樂趣。我從小就同人講一句話，畫圖係最快樂的事情。伊係冇快樂，絕對唔好勉強伊。
无必要讲学习画图啊，其实伊可能都是海白，伊发现伊这个话有个好东西的时候，伊可能都真的我把东西用喺度伊。所以我嘛几多学生讲，比如讲我讲啊唔来咩吼，可能了一两期后又再来，伊不管伊几下再来几下，伊就该专心嘅，系因为伊就伊是甲同爸爸妈妈讲，伊会来学嘅。那呢，我哋讲太年来讲嘅话，其实我哋都讲，可能真是我哋退休嘅，哈，無論像我哋嘅觀眾朋友，地方有啲退休嘅，佢想再重拾畫筆，無論從來冇畫過，但是一直感覺到講，畫圖可能係人生地方，可能伊啲佢創業嘅目標之一嘅話，唔會建議人用嚟做啊。像我見學生有一個學生，佢30歲，我感覺伊學唔會差，畫圖嘛唔會差，我見就鼓勵伊去考美術啊。所以開始呢因為我睇到課，所以過世嘅細人嘅樣樣，嘛開始我去教書，就繼續去教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我唔係人係要可以從頭衝嚟，可以從頭再來嘅，我一定會轉，一定會鼓勵伊去。所以尤其唔係講年紀過大嘅，我唔會，我就會盡量講唔畫圖畫歡喜就好。所以呢，見幾多學生畫圖買呢？有的學生買比我高好，所以係從來每一個唔係刻不迎接我一下，同啲學生係開玩笑啊，係。咁種唔會建議講人哋，譬如講我哋咧觀眾朋友啦嚇，可能已經退休嘅嚇，年紀過大些嘅話，如果對呢邊開始入門啊，我感覺畫油畫最好。畫油畫最好，喂，做乜呢？因為素描太難嘛，嘛冇樹雕嘛，水彩因為畫紙。字比較沒有辦法保存，尤其呢字堆疊幾下擺後字嘛就不好，我過冇。油畫它是可以層層堆疊的，唔畫一邊後3、4日後，你就可以再畫另一邊。樣呢，我常常同學生講，唔怕，你就快樂嘅畫，唔好驚畫唔好，因為呢樣都有辦法同抓回來所以油畫畫圖還能所有畫底板。最冇呢失敗率的。我意思感覺到講油畫其實係最難嘅部分，你像對素描啦、水彩啦，然後慢慢覺得一個功力大好以後，能可以去做油畫，唔係呢？唔。嗰種今天人家啲沙灘方面係可以油畫課係咪？就直接油畫就直接搞誒。所以人報名嘅時候講油畫連素描都唔可以呢，可以送啊。我幾多人嚟講，所以我常常去推薦安慰啊，因為也就係講唔可以10多年嚟嗬，全部人畫圖，全部人來嘅練筆啊，練油畫，嘛跟買唔抵啊，件畫圖可以買嘅，可以送人嘅，當然所以人大部分都願意啊。而且其實好多人講到啲，我感覺到幾神奇，都講，唔知佢唔會講體育課，我都先把花瓶。我都講把個靜物哈，水果啦，我們最常的體育課都靜物，第2課嘛靜物，第3課就花，我第4課我就已經逃課了呢，太不亂了。但是如果把人家學生我帶去面容易畫接近，你都冇講我老師我可以寫生哈，我有安尼功力去寫生哈。一般我哋寫生，我哋都唔會用油畫寫生，我哋大部分呢，我哋油畫都在畫室完成，我哋會看景。去翕相誒，也講青菜素描畫過來，直接畫油畫，錯。但是唔係你係咪要咁對你講？唔透過人嘅課程，不用人嘅學生誒，去認識面容。係錯，所以因為安尼所以面容咧，見我咁落幾多年啦，將來幾多學生講哎呦，以前看到山啦，面容嘅山啦。唔就是山嗎？就綠色嘛，錯嘛？天空咪就藍色、白色嘛，冇乜變化。人講因為我畫圖係我記，我嘛感覺講，山變化大滿台，山也有綠色啊，也有黃色，也有紅色，就可能稻田啊嗰啲，所以人講學畫你會在生活美學呀觀念裡面會變化大滿台，有等於都呼應了當初幾多面容嘅時間發現的一件事情。如果面容嘅生發的美學，其實感覺到過缺乏，過少。但是透過比方我們從其實我頭都講到一件事情，講你開始畫圖以後，你都發現講我哋看到景色，已經唔係我哋同時看到景色。如果真係我有冇咁樣嘅色神，看到綠色地方，可能冇一些嘅紅色，一些嘅橙色，就變成講唔去關心我哋去注意到我哋生發東西嘅地方嘅時間，你如果有冇咁樣嘅角度
我哋用美學嘅角度去看一件事情。對，一件事情睇唔開始告訴以前有想到過有安嘅結果冇？還是講也係你全部計劃內的事情？哦，其實冇想到安尼，因為佢下我鼓勵搞油畫吼，我是搞油畫欣賞就同佢講哦，冇好搞哦，係，伊講啊係搞直接搞油畫吼，對一個年紀大的人吼，應該很難啦吼。啊，我想到我是搞都做會到啊。我面到人應該做得到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用一個方法安尼教。應該講啊，我用的是假經驗去教人，所以呢變成人就接觸嘛咁好安尼。咁這樣的學生嘅地方有幾啥唔這個影響過程嗎？哦有啊，像安尼因為畢竟10多年的嘛哈，有的學生我最記得佢有個學生其實佢很疼我啊，啊伊開始啊每日畫圖就發揮。憂鬱啊，一本上就心情，唔就感到壓圖就沉乜色啦，咖啡色啊、烏色啊，嗰度，花1-2年都安尼哦。講喺裡面啊，實在讀唔了啊，就推廣，係講好，能不能啊？麻煩你啊，唔記得色，我太同佢擠出來，好，你就換過其他比較快樂的顏色。哦，啊，見嘅圖哦，這我講賣到最後嘅就係，因為見嘅圖全部都畫得很隨意，很抽象，然後色彩歸講啊，所以我感覺也改變大問題，係對嘅人係。等於如果以對於畫圖一件事情，唔單止可能一開始係反映出人內心咯，但是想法就變成你改變色彩以後，改變色彩以後，伊嘛影響到伊自家嘅心情。係啊，所以講，咁畫圖係一個快樂嘅事情。咁種唔係你研究人嘅面容，差唔多10個人樣嘛吼。啊，唔係教10個人樣。啊，你對未來喏有乜個想法冇？我如果對一個學生嘅啦，有乜個期待冇？其實我最近有下到有想講啊，應該人愛揾先生嘅，我常常有啲講一件事情，因為我感覺同我10個人嘛差唔多嘅，所以我見未來我高想嘅就係能講，因為面容按正式的形象夠少一些，所以我見我畫室就夠專門就得教人去考美術班。係我希望講啊，有辦法個訓練個多啊，面容按對很細嘅人才，又唔好講一定要當藝術家，但是其實畫圖啊，某一天還能做藝術哦。今天畫圖歸太方面，電腦繪圖啊，服裝設計、美容美術，尤其牙科哦。我有個學生，他小孩生日帶來，那個牙生日要去考牙醫啊，馬上弄素描啊，所以佢重要係。可是我按你問下來話，對你來講，繪畫是什麼？畫圖係一件乜嘅事情啊？對我來講，從我也擺嘅展覽來講，你看，那個是我對故鄉一個連接，一個對話。所以畫圖啊，咁啊，係講對我人生來講，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很奇妙的一個變化，就是說我可以透過我的畫筆，然後呢，輕而易舉的把我的記憶，把我的生活裡面，把我所看所見的，去把它呈現在畫布裡。所以呢，我希望講，因為我的畫作，因為我的作品，可以20年、30年，給到就講10年了，可能我也有變化的嘛，哈。按過來看我畫作的時候，原來美容以前也有這個樣子，就像我們現在看曾文忠老師的作品一樣。曾老師的作品就是曾老師那個年代的作品。其實那個年代的作品，我們就那個年代跟他面容，我能唔低。不過我能透過曾老師的畫作，我能第一個原來面容以前就安尼。我希望講啊，20-30年後，個後生嘅後生可以看到我畫作講，原來佢下面就安尼。我希望用我有辦法做到一件事情安尼。聽你是行到一半的時節，把這個興趣作為的歸創業的賭注，從此人生就做我冇看到的改變。伊唔單止歸到這個嘅故鄉面容，伊嘛把最好嘅美好嘅教育帶過來面容。你今日佢感謝米蓮先生同我哋現場講安到而家個對畫圖啦，還對面容嘅故事。謝謝主持人，謝謝所有鄉親朋友們。希望呢大家有閒人來面容文物館來看下點嚟面容嘅故來嘅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聽下鄧先生嚟運動一通哦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。我王正祥来自于屏东烟厂思想七七导演养生协会。第一篇呢是郑先生，也是蔡先生。今日要同观众朋友做示范的呢是我哋呢前转乾坤，旋转乾坤呢是做我哋呢数位阴阳的变化哈。今日观众朋友同我哋来做。向将我哋呢兩隻腳打開來，打開來過後呢，我哋呢手拿放起來，拿放起來呢，一從腰講啊，我哋做時節旋轉前，一隻手呢，向下擺，一隻手指向下擺，一隻手指向大方。我哋做時節，我哋先做正面呢，正面的呢。腰骨轉，我哋企啦轉，我哋呢個高骨轉的時節，手變平來，右手搭喺我哋呢胸前向，左手搭喺我哋呢背囊向，兩手做一個高溫的時節，記得我哋呢手一隻手，左手要伸出去，手指向大下，右手的手指伸出去的時節呢，我哋要向大方，也係陰陽的變化。人講陰陽術哈，也係一種對我哋安尼做一個無窮樣的一個變化。也係正面呢，讓去做我哋的陰陽術啊，做一個無窮樣的樹根的變化。阿姨強調呢，係我哋的手一隻一哈，一隻一我哋打下去，手指打下去，係一正中神經，而比上去啦。一隻手呢，扭上去打下我哋呢，扭上去嘅時間，我哋也係我哋也手棍，也係一個長嘅哈。所以也係我哋正面的做示範。接下來呢，我哋做一個正面的示範。正面的示範呢，同樣兩隻手拿放起來。做的時節呢，我哋的手指向下背，左手向大方，向下背我哋的腰骨同高骨針對我哋手指向下背嘅片，高骨轉的時節，我哋腰骨轉的時節，我哋腰縮放起來，手把掌貼到我哋的心肝前，我哋的手邊我哋背囊行，兩手呢做一個高溫的時節，手伸出去。手指準備，安尼手把掌鬆出去，鬆出去過後，我哋同樣再做一個腰骨的轉，縮放起來，一個貼胸前，一個貼背囊後，做一個高彎。也係向右邊呢，過來呢做一個向左邊呢，向左邊呢，我哋的左手手指朝大下，右手的手指向大方，轉的時節，我哋的高骨同腰骨向左邊，縮放起來，我哋的左手貼喺胸前方，右手貼喺背囊方。做一個春球的放出來，送入去，兩隻手再送出來，再向後背，右手貼喺胸前，左手貼喺背後，縮一下，春球一下，我哋手放出來，做一個延長出來。也係左邊的示範，今日嚟做一個左右邊的示範，俾大家人看。
以下所示範嘅係祈禱嘅動作，接下來呢，我哋做初禱嘅動作。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凳呢，嚟聽對我哋嚟做。以下呢，我哋嚟示範初禱嘅動作。初禱嘅動作呢，觀眾朋友準備嘅凳呢，要注意一下我哋嘅安全性嚇，唔好有離內嘅，我哋坐起安全性過後嘅，更加到嚟開始。初禱時節，強用我哋呢旋轉乾坤，旋轉乾坤呢，強我哋坐嘅凳呢，強用1/2同1/3，我哋呢手先拿好起來。拿好起來時節，記得我哋呢所強調呢，係我哋正中神經而出來。我哋呢手拿出去嘅時節，我哋一隻手向下擺，一隻手向上哈，像更加我嘅手，我嘅右手手指向下擺，我嘅左手嘅手指向上哈。第呢時節，我哋對我哋呢腰骨同腳骨嘅地方轉一下，轉到前面，對我哋呢眼神壓縮放起來，右手疊喺胸前哈，左手疊喺背囊哈，兩手高彎，高彎延長出去，同我哋呢手嗰種由上嘅手呢咁樣硬綁長出去，再過來接到我哋呢腳骨、腰骨嘅轉。左手疊喺到我哋嘅胸前哈，右手疊喺到我哋背囊哈。以上示範呢正面呢，過來呢我哋要做側面的呢，我哋呢手先強用拿好起來，手一強用我哋轉一個向左手向上方，右手向下擺嘅手指，轉嘅時節我哋呢腰骨同腳骨記得要轉，輕輕地轉到一片嘅時節，我哋呢肩頭也會轉一下，我哋呢胸前。縮一下時間，我右手疊喺胸前哈，左手喺背囊哈，眼神做一個壓縮，兩隻手強用再綁出去，前後左右再頂一下。頂的時間，我左手疊喺胸前，右手疊背哈，再壓縮一下，綁出來。眼神回張來，回張來過後，我手變鬆來。有個人講，安尼做一下手嘅概念，所以變鬆來過後，我哋變下來，再一次拿好起來。拿好起來時間呢，我左手手指向下擺，右手手指向上方，我眼神腳骨轉向左邊，我左手疊胸前，右手疊背後。胸前壓縮，兩手高彎，綁出去。再向另一下背安尼，再轉的時間，右手再疊胸前，壓縮可以再綁出來。以上示範呢正面呢，過來呢我哋要做側面的呢，正面同側面呢做一次俾觀眾朋友看，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嚟做哈。
以上咧所做咧係初道嘅動作，觀眾朋友聽我哋初道嘅來做，好好啊來做，幫我哋咧延伸個空間意識，我哋下一次哪來了。